各位早晨，今日我唔係嚟賣嘢，我係嚟講一個你哋每日都面對，但可能已經習慣咗嘅真相。痛係唔習慣嘅，我知你哋好叻，好捱得。膝頭痛，忍住；腰骨痛，頂住；瞓醒成身繃緊，當冇事。但我想問，點解我哋成世人努力工作，到咗而家，唔係享受人生，而係每日同自己身體講數？今日膝頭哥爭氣啲，我行多幾步；今日腰骨乖啲，等我坐耐啲同個孫玩。呢個唔係生活，呢個係疼痛管理監獄。你哋就係自己嘅監獄長。我見好多老人家台頭擺滿藥油、膏布、止痛丸，隻腳貼到成幅地圖咁，塊皮都薄埋。個胃食藥食到差過後生嗰陣，為咗止一刻嘅痛，搞到其他部位更傷。所以我哋唔講止痛呢兩個字，我哋講修復。呢條腰帶唔係魔術，佢係一個細胞充電器。想象一下，你部老爺手機舊電插唔入，係因為個充電頭壞地。你嘅膝頭、腰骨就係咁，唔係佢壞，係佢冇電，冇咗自我修復嘅能量。呢度嘅紅光就係最直接嘅細胞充電線。你綁住痛嘅地方，照10分鐘，光就會植入去你勞損嘅關節、僵硬嘅肌肉，好似太陽照入間黑房咁，叫醒你身體裏面本身有嘅修復能力。即係話，唔係幫你麻醉個痛，係幫你叫醒你身體個師傅，等佢自己整返好自己。陳伯，你朝早落公園耍太極，之前要拉筋拉10分鐘先敢喐，你用佢照一照膝頭，可能拉2分鐘就熱好身。方姨，你湊完個孫，腰骨痛到晚飯都唔想煮，下晝睇電視時綁住照一陣，夜晚起身煮飯個感覺會唔同。我知你哋怕複雜，怕啲科技嘢唔識用，呢個設計就係俾長輩用㗎。一個掣，冇聲冇震，就係一陣暖光。你坐定定睇《愛回家》嘅時間已經用緊。各位，辛勞咗大半世，你值得擁有嘅唔係一櫃藥油，係行動嘅自由。唔好再問自己今日邊度痛，要問自己今日我想去邊度行下，想同個孫玩呢？紅光舒痛腰帶幫你攞返呢個選擇權。痛唔係你老友，唔使同佢共存。由今日開始，俾啲光自己，幫自己修復。多謝大家，俾身體一個機會，自己好返。